接下来是由天籁银社的社员以河洛汉语来吟唱得奖的作品。是许泽耀老师，许泽耀老师是天籁银社资深社员，目前担任大安社大、宜兰社大、罗东社大古典诗吟唱课程讲师。他所要吟唱的曲目是2019天籁诗奖青年组优胜作品。第一首是吴鸿珍养蝉。养蝉吴鸿珍作，木梢白头新曲笛，调连眼里是地枝。微声沧海双游绿，一声冬眠不息息。木梢白头新曲笛，调连眼里是地枝。微声沧海双游绿，一声冬眠不歇息。第二首是孙艺辰鹦鹉。鹦鹉孙艺成作，会雁山河别有心，可怜何故落凡尘。冠军如玉中窈窕，是把考验其主人。会雁山河别有心，可怜何故落凡尘。冠军如玉中窈窕，是把考验其主人。第三首是苏诗宁鹦鹉。鹦鹉苏诗宁作，昂首金龙彩羽前，闻声玉鼓敬玄天。启拜孝文灵言妙，识得诗书有一篇。昂首金龙彩羽前，闻声玉鼓敬玄天。
七百小文灵言了，是得是输有几篇。多谢各位。得奖作品用传统吟调来吟唱，就感觉这是非常的不一样呢。